我现在录圣诞节的第4首柔美崇拜的圣诞歌，男生贝斯的部分从74页的12小节开始。这个拍子比较复杂一点3个8分音符要算一拍，1 2 3 2 2 3 3 2 3 4 2 3。休息，1 2 3。休息。休息。好，转调。有一点点快起来哦。休息，好，又转到降 A 大调哈。好，现在从36小节。变3拍哦。拍子不一样哦。2 3 4 5 6 7 8 9，停。